日同大家分享一個簡單易做嘅日式當飯。首先，洋葱去皮切絲，雞下髀去骨剪細塊，將生抽、味淋、砂糖、煙魚粉同埋100毫升嘅水撈勻，將雞蛋發勻，即時處理廚餘，咁廚房就可以清新啲啦。開水，撳掣，倒廚餘。啱啱係現場收音，Tecca 廚餘攪碎機運作緊嘅時候都唔算好大聲，唔怕嘈親隔離鄰舍。佢採用咗無刀片設計，用起上嚟就更加安心啦。提提大家，有啲廚餘係唔可以放入去廚餘攪碎機嘅，例如貝殼類、長纖維食物、大骨類。好啦，我哋開始煮嘢啦。咁啊，落啲油，將啲雞放入去，雞皮向下煎到金黃色，就反一反佢，再放啲洋葱絲，落埋啲調味汁。煮熟啲雞肉呢，就可以倒埋啲蛋液落去。蛋液半熟呢，就可以熄火，將啲滑蛋雞肉鋪喺飯上面，隨意加啲海苔粉，咁就搞掂晒咯。食完咁好味嘅日式定食，又係時候處理廚餘啦。所以話由 Tecca 廚餘攪碎機即時處理廚餘，話咁易啦〜